贵的大宝宝啊，我们生命电视台已经进入第二个10年，然后我们也要做一个新的规划，在这一点也能请法王慈悲为生命电视台做一些指示，或是未来的方向。是，我觉得生命电视台做了很多，就是很多很有意义的事情。我觉得，尤其是传播佛教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还有呢，就是透过这样的教育呢，人们呢能就更加的珍惜自己的生命，也同时更加的珍惜就是别人的生命，让我们了解到这个生命是就是相互依存的，没有一个生命它是独自可以生存的。所以呢，因为这样子的一个道理呢，我觉得生命电视台呢做了很多对生命的就是贡献，对所有生命的，不只是人类对所有众生、所有的生命做出了很多的贡献。所以呢，我借这个机会呢，就是感谢我们的这个海涛法师为主的所有的生命的团队，生命的这些发心菩萨们，非常的就是随喜赞叹。当然呢，我觉得这个佛教呢，其实它是可能不算是一个宗教因为一般的宗教呢，大部分他们会提倡这个信仰但是呢，这个佛教呢，当然我们佛教徒需要具备信仰，这是当然是不用说。但是最重要的，佛法讲究的是最重要的就是还是智慧，这个分辨善恶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然后呢，我们能够可以从这样的一个无明的黑暗当中脱离，能够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智慧的光明，让我们的这世界呢，世界的未来呢，更有光明更有希望。所以可能这个佛法呢，可能用不同的语言比如说用现代的语言来讲说这个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教育，让更多的人接受佛法无论是他不是佛教徒，也不是宗教信仰者，他也可以接受这样佛法的教育这样的一个慈悲的教育。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对弘扬佛法也好最重要就是还是世界和平然后呢就是创造这样的一个美好的将来。我觉得这个是我觉得这个是最基本的吧。对，现在新的一年来了，当然旧的一年世界上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每一个修行者都很希望得到一个加持，一个祈祷，所以能不能请慈悲的宝王也透过生命电视台跟大家说是新年的祈愿祝福。当然我在就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管道，或者透过这样的一个渠道，我就是说让所有的就是所有的人，然后呢，我就是献上我最真诚的这样的一个新年的祝福，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身体健康，一切吉祥。当然呢，我们就是每一天每一个月，
每一年都会有很多的变化，可能我们的生命呢，就是可能都在变化当中。但是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变化呢，这样的一个无常的变化呢，我觉得它给予我们很多的机会。比如说，我们早上做的不好，我们下午有机会，可以就是有点，可以说改邪归正，也可以就是，你可以成为另外一种人，所以呢，你也不一定要一直停留在你的记忆当中，或者你的记忆里面，你可以走出你的这样的一种记忆，然后呢，可以重新做人，或者重新创造自己的未来，跟自己的这样的一个前途。所以希望大家在新的一年里可以找到自己的一个新的生命，跟新的前途。再来，慈悲不是属于藏传佛教的专利，这是我们法王在德国演讲的重点。现在世界有很多的问题，包括人心的问题。我也曾经讲，噶玛巴是属于世界的，不是印度的，也不是光藏人的。所以我们很想要知道，我们尊贵的法王对将来的世界或者在弘法有什么样的心愿或规划。其实我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太多规划的那种伟人，就那些厉害的人，他们就可能是有很多的规划或者很多的这种梦想，但是我这样的人呢，就是也没有什么太多的规划跟梦想。当然，大家都希望就是这也不是什么，就是我的特质，可能大家都希望将来是美好的，所以呢，我也同样的希望将来是美好的。那当然，我此生有这样的一个这个法王的这样的一个名号，我内心深处我是自己是了解的，这个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责任但是呢，我尽可能的把它当作是一种服务社会的服务这整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所以呢，尽可能的做一些自己能够做的一些事情。当然呢，就是现在呢，按照现在的情况来说的话呢，我是不太容易就是到处去到处就是弘法这可能是现阶段来说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以后可能慢慢会有些改变可能将来如果可以到处走到处去可以说是到处去讲一些话，或者就讲一些自己的一些想法，这样子的话呢，自己希望了，可能不只是说我一个人也做不出什么事情，但是可能大家同心协力大家互相帮助的情况之下呢，可能也会做出一些对世界的和平这个弘扬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呢，可能会有做出一些贡献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信徒都要不断的祈请三宝加持，因为我们慈悲的法王能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是，也让这些地方这些国家都得到一个大悲心的加持。是。那我们都说噶玛巴就代表大悲心的一个圆满。是。那能不能请法王？因为有些人认为说我很慈悲但是他不知道他不慈悲到底慈悲应该怎么样的去实践才是比较圆满？我觉得慈悲这个，当然大家都可能喜欢说或者比较喜欢这个名词，
因为听起来，光只是听起来就有一点希望啊，有一点温暖。但是呢，光是说慈悲是不够的。比如说我们祈祷的时候啊，愿众生离苦得乐，这样的一个发愿，仅只是这样的一个发愿跟这样的一个就是祈愿是不够的。没有诚心，没有诚心，没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心啊，你可能要想啊，不是说只是你就是做个祈祷，愿众生离苦得乐，而是你要付出一点你的身口意，实际的把它付出、奉献，为了众生，为能够众生得到就是这样的一个就近的快乐，你自己要付点就是心血，付出一些心血，可以说吧？对，就是负一点责任。我觉得这就是真正的慈悲心。但是我们缺少的是什么呢？我们缺少的这样的一颗就是说责任心，或者这样的一个真诚的心、付出的心。没有这样的一个付出的心，我们就成不了一个真正的菩萨。菩萨是什么呢？菩萨就是他就是承担，一个菩萨他自己承担拯救众生、拯救世界的这样的一个重担。这就是菩萨的就是伟大之处啊，他的就是这个他的力量就是这样，他就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付出的心，这样的一个责任感。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要这方面呢可能是多注意吧。对。还有现在有很多华人呢，特别我们汉人，对我们法王现在特别有信心。是。那法王能不能对这些华人汉人在学佛或修密的，给他们一些好的开示？当然这个大宝法王跟这个汉人，就是华人的这样的一个因缘呢，可能也不只是说近几年才有的，可能就早在600多年前，第5世法王被这个永乐皇帝迎请到南京的时候，那个时候呢，就是可能汉人呢第一次接触藏传佛教吧，我觉得广泛的，不只是说在皇宫里面皇室贵族，可能在民间里面也广大的就是接受这个藏传佛教。所以我觉得从那开始就有这样的渊源啊。当然所以呢，当然我觉得说，我有时候觉得这个藏传佛教也是，通常我们说藏传佛教是一个密教，其实藏传佛教里面有不同的修行啊，不只是说密教的修行，藏传佛教里面也有大乘的修行，也有我们的这个就是声闻乘的所谓的这个基本的这样的一个乘的最基础的这样的一个佛法的这样的修行。所以呢，学藏传佛教不一定要学习这个密教啊，这可能就是要看各自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啊。接触藏传佛教也不一定要真的要接触藏密，这是一个重点。那另外一个重点呢，我觉得藏传佛教呢，几千年来，可能是说也不能说是几千年啊，就可能就1000多年里面呢，就是对这个佛法的文思修方面呢，他们就是很投入，几乎把所有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就是奉献在这样的一个文思修
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事业里面。所以呢，藏传有很好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很有怎么说系统的这样的一个文思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或者很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禅修的修行。所以呢，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很有系统的这样的一个传承，不间断的这样的一个传承，我觉得对这个我们汉传佛教也好，对其他的这个佛教的传承都有帮助，我是这样觉得。所以呢，对所有的这些这个佛教徒，可能他们对，我觉得这方面的话呢，可能就对他们有一些帮助，这是一个我的一种想法。对。那一般来讲，我们藏传佛教比较重论，是观修闭关，是，所以因为长期以来，所以很多时间他必须要闭关，要观修。那汉传佛教的喜欢修福报，他喜欢读经，然后就很明显的就变成汉传佛教的修福报比较大，藏传佛教的观修福报比较少。但是法王是不是告诉我们，一个人想要成佛，他就必须要显密的修经论，还是说藏传佛教跟汉传佛教怎么样做可以让双方都接受？我觉得可能这个很个人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啊，不一定是说这个是对所有的人都可以接受的啊。我自己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我也接触了一点就是汉传佛教的一些法脉，也没有真的实修或者怎么样，但是只是接触一些。所以这样看的时候，我觉得可能如果真的一个人得到这样的一个圆满的成就，那他得到的既然是这样的一个果报上很圆满的这样的一个成就，那他的因基础上他也是需要圆满的。所以呢，显密还有呢三乘的修行都要具备，都要圆满，才能成佛，才能成就。我们说佛是遍知的，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那当然就是他也这个也不无所不知，无所不能，也不是说无缘无故就变成无所不能，无所不知。他有就是说无量劫，但是在修行，在清净罪业，在累积资粮这样的情况之下慢慢修来的。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是可能需要这样的一个广阔的心。凡是它是佛法的，我们可能尽量的去学习，尽量的去接触。当然有些东西呢太多可能就有些东西我们今生没有办法接触，或者现在没有能力接触，但是我们也要发愿说未来也可以接触所以呢，凡是对众生有利益的，他可能也不是说真正的就是比如说真正的佛法，比如说做饭菜就是打扫这些，可能对众生也有利益也不能算是真正的佛法，但是这些东西也是我们要去学习，我们要去为了利益众生，我们就什么都学什么都要，就是说怎么说通窍，是不是？所以呢，我觉得一个就是得到这个圆满的正觉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应该是要学习所有的这些佛法，所有的这些反正就是万法，他要接受万法，那当然就是他要接受这些佛法。是。那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就是很想真实又建立一个叫显密佛学院或者汉藏佛学院，是能够让汉人跟藏人或是显密他们能够一起培养。那法王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建议？
佛法这讲究因缘啊，然后我觉得有时候因缘时机未到，我们也就是故意弄一些事情，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成果。当然，我觉得我们去慢慢的去接触，慢慢的去就是说做一些怎么说啊？这彼此汉传佛教跟藏传佛教交流，慢慢的去交流，慢慢的去认识。因为现在很多的就是问题都是彼此不认识啊，彼此不了解。然后呢，你在那边想啊，他们应该是这样子，我们在这边想啊，他们应该这样子，所以我们就其实我们是很无名的，因为无名的情况之下呢，就会有很多的就是疑惑啊，很多的问题会出现。所以呢，我觉得最重要的还是我们彼此之间，多接触啊，多交流，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比如说，我今生有这样的一个机会啊，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汉传的这样的一个法师接触，比如说海涛法师这样子。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所以将来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接触，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呢，反正我们都是本师释迦牟尼佛的追随者，我们也都是同样是佛教徒，同样是佛法，所以我有时候觉得我们不能分的就是说分别心太大的话呢，我有一个比喻啊，我通常都跟大家说，就是说我们佛陀赐予我们这样的一个就是佛法的就是纯净的这样的一个法轮，但是我们把它分成就是不同的怎么说比如说什么这个法轮，我们有些人说这个是属于我的，就把一个佛法就是这个法轮的某一部分我们拿走了，那另外一个人说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拿走了，那最后呢就变成这个法轮就是不完整的、分裂的，这个整体的佛教呢就分裂了。所以呢，我们不应该就太有分别心，说这个是属于我的，我是这个法脉的，或者怎么样。我觉得这样子的话也是不好的。而且佛陀在经典里面他说，他的佛法是外道是灭不掉的，只有里面的比丘啊，这些出家众里面内斗这样的情况之下呢，他的这个佛法毁灭。所以呢，我们觉得我们都很希望说，虽然我们很难成为这样一个佛法的持有者，但是我们也就是至少不会变成灭佛者。所以我觉得这是我们大家都心里可能要有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正知正念啊，常常都要牢记在心的。对，我们现在有一个问题，就刚刚法王提到了，现在外道或是佛教的出家人反而会破坏内部。现在很多信徒很可怜，他没有分辨的能力，是，反而这些外道的认为邪师，他信徒特别多。是。那法王对这一点，但是他是用法王的名字，用仁波切，用什么？弄得信徒很可怜。在台湾也好，其他的就是在东南亚的，我们的这有很多人可能对藏传佛教有一些看法啊，但这些看法当然有些我们藏传佛教里面的有些人的他们的就是说行为举止不好而造成的。那有些事情呢，有些人可能就假装这个藏传佛教啊，他们就可能可以说是怎么说啊，他们在做一些奇怪的事情。其实我也看到了不少这样的事情。其实呢，这个呢就是
这个非常难解释的啊，就非常，就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这个求法的这样的发心是好像不对的，所以才会抑制一些可能不正确的人，因为佛法它不是专门治病的，或者它只是专门就是让你发财的，或者专门让你就是可能得到这个很好的这个考试成绩的怎么样？佛法讲究，当然佛法会带来就是无尽的这样的一个福报跟这样的一个幸福，但是佛教的我们的最终的目的不是啊，最终的目的是我们要就是调整自心，我们的去对治烦恼，我们变成我们能够慢慢的变成一个很有慈悲的人，很有爱心的人，然后很有智慧的人。但是呢，很多人他的求法的这样的发心可能不是这样，他可能就是生病啊，就是这个佛菩萨保佑啊，怎么样，有人能治他的病，那就说这是佛爷的菩萨的。我觉得当然治病是很好了，但是我觉得这个也不能说，如果只是一般的我们世间上的这样的一个求财啊、治病这样子的话，也不一定要靠这个佛法，我们就是去医院啊，或者找好的医生啊，或者风水师啊，什么什么很多很多啊。但是我觉得佛法的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我们就是说四圣谛，我们要了解这些痛苦的根源，怎么去断除痛苦。那痛苦来自于我们的这个烦恼业力，那我们要断除烦恼，面对烦恼。我觉得这些是佛法的主要的精髓，所以大家可能对求法的这样的心好像不正确。这个一不正确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奇奇怪怪的人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可能就大家都要注意一下。因为刚刚法王有谈到生病的人很多，他们不得不求，是真的生病的人很多，已经成为世界问题。所以法王慈悲对这些独居的老人或是正在生病的人，他应该如何这样来观修，或是来超越？比如说像中国老年化很厉害啊，所以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会出现。我觉得这方面呢，应该是说，比如说我小时候，我有一个我的外婆，可以说外婆，我的母亲的妈妈，对，外婆是一个瞎子，可以说眼睛看不见的。但是呢，我觉得她几乎没有什么不开心的啊，她是天天在念这六字大明咒，因为她可能就是这样一个佛法的这样的一个教育也好，这样的一个帮助之下呢，他可以想得开啊。当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样的情况啊，但是我觉得还是一方面呢，我们可能就是这个整个社会的这个情况或者社会的那个问题要解决啊。这不是光是靠佛法是没办法的，当然，就是内心上的这样的一个快乐跟幸福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能一直就靠这些钱财或者物质的这样的条件来满足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幸福和快乐，我觉得这个几乎是不大可能的，所以呢，大家可能要创造内心的健康、内心的快乐、内心的幸福，这是非常重要。还有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叫有情皆苦，
现在女人学佛特别多，都是因为感情很痛苦。那法王慈悲为这些重感情的女人，或是认为感情是生命的女人，给他们开始。是。当然我对这个感情啊不是很了解的，可能就是自己觉得了解，可能别人看起来不了解啊。所以呢，每个人对这个感情的认知或者感情的这样态度是不一样的。但是呢，以佛法的观念来说的话呢，这样的爱，它不是占有的，它是有一点是解放的，它是就是开放的。当你有太多的执着的时候呢，这样的爱呢，我觉得常常都会给你很多的痛苦跟不愉快。所以呢，爱心当然它有一点是可能就是说，当然有一些占有的，但是它其实刚开始是有一点就是占有，但是其实慢慢我们要把它就变成一种真正的爱。每一个人不是说，就是刚开始就有这样的一个什么大爱的，但是我们可以训练啊，我们可以就是说变得，因为我们都想要幸福，想要快乐。这快乐幸福也不只是说，就这种事情呢，可能就是说很多的因缘，不只是说自身的啊，就是很多的因缘条件具足的时候才能快乐。所以呢，有时候呢，自己的期望很高啊，或者执着很大的时候呢，这事情变不好的时候，就可能是你的痛苦就会越多，你的这个伤害的这样的一个感觉呢就越重。所以呢，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就是要练习，试着去练习，是吧？还有一个问题，现在很多家庭都只有一个小孩子，是很多父母很爱小孩子，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教小孩子。我们佛教是一个生命教育，然后法王能不能慈悲站在佛法立场，父母如何把小孩子教育好？只有一个小孩的，他可能他成长可能有时候不健康，因为要不然呢就是太疼爱了，他可能就是有点像是，有时候说可以说宠坏了吧，有时候他可能就是他可能比较辛苦，或者父母亲对他的希望也挺大的，只有一个孩子，他的压力比较大，有各种情况吧。所以呢，我觉得一个生命的成长就是说不能太压迫吧，可能就是说要非常自由，但是很有这个就是说启发性吧，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成长。所以呢，这个就需要父母亲光只是这样的一个就是疼爱，或者这样的一个非常的要求这样自己的子孙，就是自己的孩子，这样可能就是有时候可能不是最正确的。现在的人追求欲望、物欲都很满足，但是不会处理人际关系，所以有很多家庭悲剧。是。那法王对这个有没有什么开始？人际关系，我觉得一个人的成功不再是他有多少，他读过大学，也不再是说他可能就是运气多好，也不再说他有没有什么就是说
太多的怎么说啊能力，有时候可能大部分都是靠这个人际关系啊，人与人之间他有没有搞好这样的一个关系，这个关系搞不好，那就算是他很有才华的，或者很有运气的，或者怎么样，但是他还是会最终是一种悲剧，他的人生就会成为一个悲剧。所以我觉得这个人际关系呢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我们这个佛法里面也讲究这个利益众生。那利益众生也不是说你想要利益众生就可以利益众生的，就需要具备很多的力量内在或者外在的力量。我们说六波罗蜜就是需要具备智慧忍辱或者禅定各种各样的这样的这个能力。你具备这些能力的时候呢，你对这个众生的关系就会可以搞得很好很圆满，然后这样子可以利益众生。但是我们在家庭里面的这样的人际关系也是如此吧，我们要具备以这个六波罗蜜的这样的一个修行来这个调整我们家庭的这样的一个人际关系。我觉得有钱可以做很多事，是，所以很多在家人说，那我们好好赚钱来扶持佛教。那法王对这些在家人如何求得正财来扶持佛教有什么？我觉得这个很多人问我说他们想要利益众生因为利益众生所以要发财，为了什么对佛法想要做一些事情，所以要希望变成有势力的人。我觉得这也不一定也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变成有钱人，也没有办法所有的人都变成有势力的人，这个是不实际。二来呢，就算你变成有势力的人，当你变成有势力的时候，你可能早就忘记了想要做那些你想要做的事情。比如说我们有时候选举的时候，他们要就是说那些怎么说他们会说我会做这件事情那件事情真正选完举登上这个王位，他们就忘记了。最重要的，我们把这个身口意，当然我们现在的身口意是好像没有什么用处，没有太多用处，对利益众生方面没有太多用处。所以呢，我们要把这个身口意上面呢，就建立更多的功德，更多有能力可以利益众生的更多的这样的一个力量。这样子的话呢，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的。有这样子的话呢，你多多少少给我你也不用等到什么变成有钱人才做一些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还有我们汉人一般喜欢拜观音菩萨，所以有时候法王会说，你们多修观音法门。那法王能不能跟我们说，对汉人怎么修观音法门是比较快的？观世音的法门，我觉得观世音是代表诸佛的慈悲。那修观世音法门，等于是修这个慈悲。所以呢，你修观音的法门，你的慈悲心有些就是进步，那这可能是说我们修观音法门修得很好。如果你在修观音的法门，但是你的慈悲心好像退转，越来越小，那个是不好的兆头。所以呢，观音的法门，修观音的法门，不只是说念念咒或者念什么普门品或者这个心经这样子。光是念经，光是念咒，光是就是礼拜，
是不够的。我们也真正要发起慈悲心，对众生的这样的一个难忍的慈悲心。我觉得这样子的话，才能我们可以真正的成就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果位，或者观音菩萨的这样的一个修行。还有佛教最重要的是空性。那么法王能不能告诉我们，日常生活或是特别在家人，他怎么样可以比较接近修空性？空性的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最接近的就是没有一个生命啊，没有一个物质是独自生存的，就是它的相互依存的嘛。因为它是相互依存，那就是说它个体是不实在的啊，可能就是它一个真正不实在，但是因缘和合的条件之下呢，就会有一些就是有这个起作用。所以呢，我们都是这样子，我们的生命没有这些因缘的条件的话，就算我们觉得啊，我有我的存在，但是没有这些因缘条件的话，哪里有我的存在？所以呢，我们无论是我们吃的饭，或者喝的水，或者穿的衣服，都是其他的生命所给予我们。所以因为这样的情况之下呢，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都就是说得到这个生命的恩惠，是吧？所以我们要更加的尊重所有的生命啊，也就是说，你跟我之间没有我们所想象的有这样的差别啊，这么大的差别或者距离。我就是你的一部分，你就是我的一部分。所以大家可能要更加的看开啊，更加的有这样的一个智慧，就说哦，原来是大家都是可以说是一个家庭，一个就是生命体，所以大家都可以彼此都要珍惜，彼此都要互相帮助，互相的关心，这样才是对的。